念客家。奇怪，你有忙来喏？阿咪哥，阿叔，歹势。哦，阿叔，根本呢安排条呢？歹條啊！哦，難要啊！我開飛啊！哦，做一下做真實的喂！哦，安享上呢？哦，享上啊！不習慣啊，看不習慣。阿咪哥，歹勢哦！大擺來台北咯，就揾你搶咯！哎，阿叔，莫上關啦！來，來，抽啦！哎呦，歹勢哦，歹勢！阿叔，什麼街啊？哎呦，凊彩啦，唔好點咁多啦。哦，台港牛，那個 menu 麻煩一下。阿叔，有食海產冇？海產咯，係啊，海產冇？好啦，你點就好啦。哦，破布子蒸魚。哦，南部子蒸魚誒，鳳肉啊，係啊。客家鳳肉。唔，愛是真好食咯。誒，愛真好食，唔過啊，血壓高誒強哦。哎呦，唔怕啦，咱得是來啦。哦，難得是來啊。兩碼個東西黃黃的，而且你看這個還有一點黑黑的。哦，倆杭州啊，南部子，藍布子就是那個破布子。破布子，哎藍布子，係南部子。哦韓國人講了黃黃嘅吼，也係江冬瓜。薑冬瓜。哎，也係客家鳳肉，客家鳳肉。客家鳳肉，你看看，哎，這碰一下，哎呦，碰一下，哎呦，好有彈性哎，有彈性啊！哎，你看看這些肉，吃一口，入口即溶，真的啊。哎，那吃吃看嘛。哎，難得吃一拜，怕唔怕啦？難得吃一拜，怕唔怕啦？難得吃一次，沒關係啦。沒關係啊，沒關係啊！來，所以啊，唔好客家話，你就落伍啦，這是一定要的啦。客家鳳肉，客家鳳肉，南部子蒸魚誒，南部子蒸魚誒，難得吃一拜，怕唔怕啦？難得吃一拜，怕唔怕啦？